啦，終於踏足呢個國度啦，咁我又要講一講啦。當年冇廉航，咁頭先亦都講過國泰航空啊嘛，所以機票就係原價嗰隻啦。咁行程呢，就係由香港出發，漢城落地，再飛台北，然後再翻香港，全程機票呢，3330蚊。當年我仲喺工廠做嘢嘅，我去韓國之前，咁啊大概我記得係2200蚊到嘅月薪。咁所以呢，如果我咁比例呢，而家普遍香港嘅人工係15000-16000到啦，一般人咁啊大概多1/3到嘅費用。即係話，如果你以今時今日以比例嚟計，一張咁嘅機票而家可能要25000蚊左右㗎啦。咁所以大家知道個比例，諗翻當年呢張機票係幾咁貴嘅。咁所以呢，好難得先第一次搭飛機啦，因為咁鬼貴嘛。好啦，第一次離開香港去外國啦。咁即係啲夢幻啦。而當年漢城呢，我哋係飛呢個金浦機場嘅，一樣啦。去到金浦機場就同香港啟德機場一樣啦，都係停機坪嘅中間啦，同離開香港時一模一樣。必須要坐呢個接駁巴士入到去機場大樓，戰戰兢兢咁啦，因為去到一個好陌生嘅地方嘛，照過關啦，攞住我保護護照啦嚇。入境嗰陣就檢查個護照啦，跟住檢查埋行李啦。好啦，終於踏入大韓民國啦。但係唔好以為好開心啊，因為咧去到先發現咧乜都唔識睇啊！機場話好少少，都仲有啲英文，但係唔好諗住好似今時今日咁冚唪唥中文啊！當時韓國係冇中文咁滯㗎。出到去見到個旅遊諮詢處咧，咁啊攞資料攞地圖啊啲嘢咧係冇中文嘅啊。首先咁而我攞嘅自己自攜嘅旅遊書都係冇中文嘅，我係攞日文嘅旅遊書。咁啊好彩，我之前學咗1年日文，叫識啲日文呢，咁啊勉強攞到日本旅遊書都可以睇到啦。識啲唔識啲啦，咁啊跟住佢上面有介紹一間韓國嘅 YMCA 旅店，我諗住第一晚就住呢度先嘅。咁啊跟住旅遊書所講，我會去啦。咁地址叫中路2街啦。好，就咁我離開呢個機場大樓，就去市區呢嘅機場巴士啦。咁因為全部都韓文符號啊，甚至乎英文都冇啊呢次。咁我啲站牌全部一個圈一棟啦。咁我話抄低咗啲字出嚟，諗住再翻入去機場大樓嘅詢問處再問確認係唔係呢架車。咁就出事啦。因為點解呢？出嚟容易入去難啊！因為嗰陣80年代嘅韓國啊，經常發生學生示威，嗰啲韓國大學生啊，或者成日都有㗎。我嗰啲咩漢城大學啊、延世大學，我都喺新聞上面聽翻嚟嘅。再加上奧運會即刻舉行，所以保安非常嚴密。我要再入翻機場係要全部搜身搜行李。咁我只係問一個韓文字，個巴士係咪嗰個車？我就排咗大半個鐘啦，即係嗌晒救命嗰隻啦。咁跟住又要連搜身都要喎，入機場。咁淨係搞個韓文字都搞咁耐，而家諗翻轉頭都真係相當搞笑。好啦，終於咧千辛萬苦啦入到去啦，都差唔多5點幾㗎啦嗰陣。咁啊，旅遊辦事處問咗啦，又係咁嘅，入到去就見到美麗動人嘅服務員啦，都總算確認到嗰2個字就係我要去嘅中路嚇。呢2個字啊認住佢啊，當年我哋抄翻嚟㗎咋。好啦，問咗啦，跟住又再一次離開機場，再去排嗰架巴士等車啦。所以80年代冇網絡、冇電話、冇 Google， 乜嘢都係原始嘅味道。除咗高級飯店可以訂之外呢，我淨係攞住本日文嘅旅遊書就咁就開始行啦，同埋地圖都係日文嘅嚇。一陣間我再講點解用日文地圖。旅程終於開始啦，我而家等車入去市區啦。咁啊，跟住有啲咩預見嘅呢？之後仲更加過癮㗎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我哋下集繼續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還有分享哦。